Fans 防汛專業誠信。大家好，我係主持人圓圓。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，全新精裝3房2衛，1248尺，只係需要89萬。東南向，位於御龍山星耀1期，樓下就有間大超市，適合退休自住。跟住鏡頭一齊嚟睇下啦。我而家所在嘅位置係全屋嘅大露台，整體面積61尺，朝東南向。由呢一個位置望出去，我哋可以見到樓下嘅馬路情況同對面嘅商鋪。露台位置大，可以考慮種下植物添。入到嚟就係我哋嘅客廳位置啦，整體面積271尺。喺後邊位置放咗一張白色嘅長沙發搭配小茶幾，而前邊位置呢，就做咗一個電視牆搭配咗倒地嘅電視櫃。而行到前面就係我哋嘅餐廳位置，擺放咗一張4人嘅餐台，後邊仲有空位，可以考慮放一個餐邊櫃。客廳嘅頂上都係做咗吊燈為主燈，仲搭配埋一啲燈帶同埋射燈添。喺廚房前邊嘅位置做咗一個落地嘅玻璃窗，搭配白色嘅窗簾。由呢一個位置望出去，我哋可以見到小區嘅內園景。鏡頭向右，我哋一齊嚟睇下廚房嘅情況啦。廚房嘅整體面積係58尺，朝西南方向。整體嘅裝修格局係成一個4U 字形嘅，而喺入邊就係我哋嘅細露台啦。整體面積39尺，朝西南方向。由露台位置望出去，我哋可以見到小區嘅內園景。露台位置唔算太細，可以考慮放置洗衣機、烘乾機等家清工具。入返嚟廚房位置，喺門後邊嘅呢一個空位可以放一個雙開門嘅大冰箱。下邊嚟到走廊，我哋一齊嚟睇下每間房嘅情況啦。首先嚟到衛生間嘅位置，整體面積41尺，朝西北方向。前邊做咗個雙開門嘅洗手台加埋鏡櫃，配備咗馬桶。淋浴區域係做咗半乾濕分離嘅設計，淋浴工具都係比較新淨嘅。喺後邊位置仲有通風窗添，令到成個空間採光都非常之唔錯。行到隔籬，我哋嚟睇下第一間房嘅情況啦。房間整體面積98尺，朝西南方向。房間自帶飄窗，搭配咗白色嘅窗簾。由呢一個位置望出去嘅景觀同細露台係差唔多嘅，同樣都係可以見到小區嘅綠化設施。樓間距都係比較闊落嘅。出返嚟行到對面，我哋一齊嚟睇下第二間房啦。呢一間房嘅整體面積係73尺，朝西南方向。房間入邊同樣係自帶飄窗，搭配咗白色嘅窗簾。由飄窗位置望出去，我哋可以見到小區外嘅馬路情況同埋對面嘅商鋪。可以見到嘅係樓間距比較闊落，視線唔會有遮擋。飄窗位置可以考慮改造成飄窗沙發。呢間房嘅面積係全屋最細嘅，可以考慮改造成工作室、瑜伽室或者係書房都得㗎。最後一齊嚟睇下主人房嘅情況。主衛嘅整體裝修風格同客衛係一致嘅，喺淋浴區域同樣都係做咗一個半乾濕分離嘅設計。可以見到嘅係衛浴工具都係好新淨嘅，後邊位置仲安裝咗通風窗，令到整個空間採光都非常之唔錯。房間嘅整體面積係132尺，朝東南方向。空間非常之大，可以放一張1.8米嘅大床同一個大衣櫃。飄窗位置都係非常之闊落嘅。由飄窗位置望出去，我哋可以見到成條馬路嘅情況同埋樓下嘅商鋪。最後嚟個小總結，今日介紹嘅呢一個單位係位於4樓嘅，全新裝修，總價低，上車易，配套齊全又方便。對呢一個小區唔熟悉嘅朋友可以繼續睇落去，後邊會有呢個區域嘅介紹以及小區嘅介紹。星耀1期係位於中山市五桂山御龍山片區，呢2年非常多嘅港澳人士選擇呢個片區，
因為片區入邊有直通巴士站，每日有成10班車往返香港。由御龍山去順昌、大潤發等大型商場係8分鐘左右，而未來去到新三甲醫院係3至5分鐘，去中山溫泉酒店都係3至5分鐘。呢一個片區比較安靜，空氣清新，旁邊就係中山高爾夫球場。目前御龍山片區配套越嚟越完善啦，又唔怕水浸喎。雖然係屬於五桂山鎮，但係享受緊3鄉嘅配套，供應性價比非常高嘅區。如果你預算唔高，咁可以優先考慮一下呢個區域。港人社區同聲同氣。講返呢個小區嘅發展商係雅居樂，樓齡大概係7至8年，物業管理公司係雅居樂雅生活，物業費係2個8毫1方。小區總共有6棟洋房，1至4棟係2梯6戶，而5到6棟呢就係2梯5戶嘅。樓層總高29至32樓，小區入邊有天然氣入戶，實現咗人車分流，車庫喺負1層。小區入邊冇泳池嘅。嚟講下目前嘅二手成交均價，無坯價係6500蚊到7500蚊1平方，而裝修價就係7500蚊到8500蚊1個平方。喺小區樓下就有一間大型超市，買餸買日常用品都係非常方便嘅。而樓下都有一間中式茶樓鳳鳴軒，有早午飯可以食。樓下嘅洗車美容按摩店都非常多，步行幾分鐘，附近仲有個健身房添。對今日介紹嘅單位感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哋。我哋房源咁多，一定會有適合你嘅。我哋會為你提供1對1嘅完善服務，包括幫你開通電話卡、銀行卡，方便香港匯錢入嚟買樓、售後手續跟進，以及後期辦理居住證、購買醫保等等。我哋仲會手把手咁教你使用大陸嘅 App， 讓你喺大陸生活完全冇難度，做你嘅大陸生活盲公竹。呢期節目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感謝你嘅收睇，下一期再同大家分享優質樓盤啦。